寫滿600句的我愛你，寫了10年從未覺得太乏味，深信最後收得到答覆，何理換美不美？K 先生，可否在你18秒鐘看看信？如果你認同人是有需要做夢，給我寄贈簽名的信封，只要一封。繼續被動來做普通的大眾，實在沒有用，情願不怕面紅，頑強地進攻，爭取你認同。在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寄信，明知我們隔着個太空，仍然將愛慕天天入進信封。抬頭望星空發夢，仍然自信，等到遠處你為我寫那一封。人人都怕難怕倦怕破空，全球得我未死心沒有放鬆，專心得超級偶像也動容，一直相信，所以給你一直寫信。